与尊重以后，好见法。谁了？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？莫非他谁是谁了？我的老爷到哪里去了？且随雨下西蛟龙，老天爷。
几声来不得志，当两门生，把事梦红红。我的老爷究竟到哪里去了？请问姑娘，看见我的老爷没有？我手中倒是有一只眼。请你挽救我。什么？挽救你？挽救我！你的眼怎么会在我的手中？此眼在空中飞行，陪我一箭射下，落在你的眼前，陪你死的。眼落在我的面前，谁是我的？你，我不相信你有这样好的剑法。信不信由你？我谁是不信？不信就算，拿来。把眼救我！我不相信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难道是你的？在我手中实在是我的。这他的姑娘和娇娘，三间皮儿里不家，将我老爷真儿长，真是个刁钻难忘的姑娘。这小子恶言恶语打身上，吹吹骂我是野姑娘。你姑娘是出娘胎无人骂，你结婚骂我是野姑娘，你啥不低声下气把理赔，莫怪你姑娘心气大。癞蛤蟆能过多他的去，金地蛙能骑多他的牢。差不年你是个四川刚开的老丫头，早生会问他的拳头请你唱。什么？你要打？好，你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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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嗨，世上其实年年有，我今生还是第一招。哼，两你也不管。哪个与你为人？把眼救我！你说这眼是你的，有什么凭证？嗨，这他的姑娘真不知虚，张真明明在你身上，你腰上那只凋零剑，上面刻着我的名字，11了。哎，可惜我是有未曾读过诗书，这刻字的尖儿有多少？谁知道你是11郎还是13郎？你看，这天上的婴儿有多少？难道多归你11郎？你真不讲理！姑娘我专等你来较量。
是玉章也漂亮了。今日难得四次升位，他好好托念几番啊！好，今日立个与兄之斗，走啊！你们呐，碰到一起虽是喝酒，无可不去。怎么在到了庙里，还没来得及玩呢？我要玩去了。好，你们去吧，我陪妹妹进庙去玩一会儿。好，你们不要走远，我们在那西洋饮几杯去来。哎，去。哎，哥哥，哥哥，你可不能喝醉了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母亲姐妹，快走啊！你们可多热闹啊！母亲，你带着些妹些进庙烧香，等我每晚这些夜里也来去找你们。什么？哟，你这做买卖的是这样对待顾客的吗？哼，这里没有你要买的东西。这不是我的吗？叫一声18庙王里的叶姑娘，你跟我就算不亲为哪桩？今生的人得罪你，前世也比起你念往上。你要有问到别处去，你要烧香进庙堂。我与你何虽不犯今生劫，为什么苦苦纠缠不肯放？你说你前世的人欠我账，为什么你昨日把我的眼儿抢？为什么你使我投进将我当？为什么出口把我是叶姑娘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名叫十一郎？这才是欠下你姑娘的念往账。气得我登口骂。前世烧了团头香，这个婴儿送进你院，从今儿冤家路宽莫来往。什么？送进我？哼！我才不要你！不要就说拿来。要做什么？买东西呀！哼，我就是不买。
既然母亲是此言讲，我先到南阳府去自我一遭。四爷，你一定要把媒人劝好了，办不好，为你死问。好，包在我身上就是。哎呀，两位姑娘受惊了，快请坐啊！这次快放我回去！你吵什么呀？你看人家姑娘不声不响，多文静，多秀气，有什么话好慢慢的说嘛。走，
你们把我们当外人，还是当客人？去的是客人，而且还是贵客；去的是贵客，而且还是未来的夫人。那为什么把我们绑着？有这样对客的吗？那得请姑娘原谅。这还得才与姑娘此君那指引。放开我！真他妈的，我气的那家伙！你看人家大姑娘想你了呀？想到这次，你丧尽天良，就直接升迁到这不女啊！这所以姐姐深信不疑，我定要设法救她出去。喂，过来！哟，好大的牌头，今天都碰上了，怎么？你们把我们两人抢来做什么？哟，你还不明白吧？我家少爷看上了他，高登衙内看上了你。你家少爷是谁？高登衙内又是谁？怪不得你还不知道，我家少爷是刘仁杰，是本州知府刘大人的二少爷。高登衙内来头跟他了，是当今太尉高举的公子高衙内。此次上来都是些关外之地，那还用什么？没这点门道啊！滚枪手！这哪能说是枪啊？我们大爷喜欢你们，就这样拿过来了啊！喜欢就可以拿过来。嗯，那我也喜欢。你喜欢什么？你的脑袋，你肯不肯？这丫头，好厉害的在！喂，你不要装傻，你到底怎么样？我还能怎么样？哎，你说我该怎么样？答应了嘛，荣华富贵。那要是不答应你，死路一条。哎呀，我最怕死了，看来只好答应了。我宁可死。金佩，再问你啦，你想死啊？等着么？喂，你是谁？你还不认识我？我是这里的四爷。四爷？嗯，好，我答应了。等等，要是你家公子是真心的，必须依我三章。那容易，就是3招30中一答应。哎。一张先请我送了吧，那玩什么？哎，送吧送吧。不许难为这位姑娘，来句找死！我叫你帮你只管放。呀，你们有看见他刚才的样子吗？放了他管得了？天大的事儿我承担，你能担得起？女儿家的性子你不知讲，只能怨不能安。尔等一力称雄将，他平江一时是农将，娘我万言相劝他。哦，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！哎，送吧送吧。还要给我第三章，啥要受得他心一准，四周灯儿么诸多不便讲，一切神灯彼此的，且让我细细与他好商量。什么？还不放心啊？那就算啦，我倒是
你们都是顽童啊，还怕我们两个三女自保的呀？哎，哪里，来，那你们好好在外面伺候着吧。是，姑娘，这都叫见你啦。去吧。啊，哎。滚开！哎呀，姐姐，青坡杨花逐水流，连城父子不算离。烟花传香远，杨花别上去。神归于此，不轻因是不从死去。姐姐。姐姐呀，你莫高声听仔细，隔江月你须谨记，你我同舟共相济。姐姐切莫多猜疑，我奉旨不是愿杀辈，岂肯承受把头离？我兄长是江湖英勇他。今宵必传来此地，真叫人一半相信一半疑，一半信呀一半信。姐姐呀，唐三女为你目光长。我只为杀车血路离心地，怀中取成万字经，曾与姐姐旁生听。十一郎。这是我表哥石一郎的钱，你哪里来的？石一郎是你的表哥？哎呀，来，我是有父母双亡，配得夫君有名丧王钱，只有对抗姑母表哥石一郎。石一郎真是你的表哥？哎呀，姑娘，公子马上就到，他答应了吧？答应了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，两位公子请。去！小娘子，来，小娘子。哎呀，你这位公子也太不像话了！姑娘家见你刮两只东西，还不害怕吗？哎，这几起可论呐！什么？还怕我杀了你？哎呀，你这个人真讨厌！万不与我下去！下去！小娘子，没事。小娘子，小娘子，啊！小娘子飘来了！困境。
欺听我一念之事，要将我关下头来。我再三与他设立，文官说我无理取闹，这么一等便关出了衙门。这便是好是好。老本官责不清正，文官相不扬扬你，越思越想心头恨。如下高头打地平，哪里去？到阴阳楼找高等评理，怎么办法？要他放出心来，唐朝不法，高等不用，同其无赖，杀了高等，杀不了高等，从此服冤。那高等无你高强，也有众家教师一帮子，你孤人先去，怎能取胜于他？就是取胜，又怎能救得贤妹？倘让我儿真有所不成，你叫为娘死后。母亲，这难道就怕了不成？伯母，贤妹回来了。贤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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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贤妹。你贤妹，贤妹，你醒醒啊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贤妹，姑母，谢谢。姑娘，你是啊，我也是比这自强军阴阳楼去的。我哥哥为何总家英勇先来相救，杀死了高等？好，这位姐姐生性高烈，她仍是不容折子。心急跳了楼，我把她救回来了。姑娘恩情，老身有事记在心头。贤妹，贤妹，姑娘，你稍坐片刻，我扶她进来嘛。玉姐儿，快去准备疗伤的药。哎，贤妹。喂，过来。多谢姑娘救我表妹回来。你是个惊天地地的男子汉，当了谁也怎能受？为什么表妹陪抢你不相救？他先他后家中守。必是我必受不相救，也曾到衙门去出手。一张草字当堂讲，张张彩云数更有，全门四大文官局，凡是我一笑犯上要念这句。滚出去！表妹为见你不相救，方成英勇，你许不许？怕丫头话出口。见石头逃离狱，起错一扎文官乱，全错一步难为生。江水难洗尽日休，若今无事。
请说。我去看看表妹。啊？我的头巾，它系在婴儿的颈上。你这样样如此凶劲死猴啊！快追！讨厌的是官兵，后面追的那是杀寇。我想一人怕了，也就是了，为何苦苦的再过关？也怕，看我滚上前去，打他一个啪！不，去！
不取杀，竟为少不不分乱组成。嗨，今日乃是我是寿诞之期，我拜寿为将，路过这里，听得有人口喊救命，因此当了一个怕不平。哎呀，你呀，你可知我兄长为何配出京，披甲戴锁受苦刑？不知相聚我奉旨与谁妹，艳阳楼上同当兵，自不曾把杀高登，早算落眼睛，我俩得聚。此地不可拘留，我们还是快些上山去吧。
好，此次绝不相将，你我后会有期。弟弟大人，弟弟大人，你真是无能！弟弟大人，弟弟想高登衙内，乃是太尉高俅之子，高衙内内被贼寇所害，事情身旁又被贼寇劫走，这是告他为挂垂下来。你叫老夫死后交代。哎，弟弟，孩儿早已有了两全之计，因儿也来了11郎。那11郎妇女高强，此人不知后患无穷。我们就是那小子放走了10万，交与他。大人，你可记得这次长高高登衙内也是此人，他便与这可同当无你。弟弟，大人，哎，弟弟，大人，弟弟，弟弟，好，来呀！有，将魔女姬押上堂来。当场被擒，正是冤枉。大人呐！小臣心怀明月计，家臣鸳鸯做正气，一家老少身上头，一套当的呀提身体，家母训家老老记，岂肯做得与为非？今日之事，众目昭昭，常官狡辩，你倒把谁谈言做什么？今日无事受担起，进宫司命去送礼。回来路过爬水台，只听得山下杀声起，弹着剑，滚顶杀马忙逃窜，有一位小将因为急。策应之心等时起，出得官兵即别离。本将我替所老当公堂里，恩将仇报是狐狸。启禀大人，这次乃是民族官兵按住这口，听是这口同当走哇！朕拒贼上棍，空言狡辩，不动他应两女不走。来呀！有，拖下去，从这死杀。是。杀狐狸！
不去了。彭熙，是。且慢，大人，想着就读，神思万讲。今日之事铁证之山，使用轻功，不知趁他聪明之时安上手印，也好了切此恩。好。一啥子痛得我神魂飘渺。和天愿望得谁家？只怪我有眼不分和欲罢，欲谋不偏。才按末女祭天破魂。今有江洋大盗末女祭一名，但管究竟飞渡，在大赛坛接受东当三人外一名，并杀伤官兵数人，恶劣处死，这就问斩滚！中堂还有金大哥，计算下笔昆斩条，朝天神明是非颠倒，我听要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压下去。你下凡吞听消息，怎么样去？哎呀，大哥啊！我是南阳夫人，吞听消息，只见十一郎母亲和表妹在大街小巷高声喊冤，官府将十一郎免刑逼供，十一郎宁死不招。那文官居然无功破案，将十一郎判处死刑，今日却要判斩了。今日就要分斩了，好，走滚啦！听此言来，怒火大，却两名无辜头。不杀长官岂难消？我说那利如天路，规矩无敌对土斗。大哥，我将十一郎母亲和表妹带到
郎，臣才才懂无你高见，此次一定要换子明日5日3刻，帮助发丧也到2寸。呀，岂不可信？自古英勇尽勇气可言见，明个文分，自不以自全军命。当即发财，一同而行。此次陪我与妹子3年之后，再做他的四关重堂，莫从来，有请二大王，有请二大王。知道那十一郎，十一郎怎么样？为兄有件大事要与你商量。什么大事呀？你这次不是死了吗？你已知道了？知道什么？他母亲已在山上。什么？他老人家亲自上山来取的呀？哎呀，这都不好意思呀！哥哥，你答应了吗？我一个人不管做事，要与妹子商议商议。这有什么好商议的呢？也倒是长兄为父，你这次不是死了吗？奇怪，他今天怎么对我这样客气呀？事实上来，你同意了。哎呀，此次甚好，你我官况当殿，连夜下山。做什么？明天就要应试啊！明天？哎呀，这叫我怎么来得及呢？我可什么都没有准备呀！我们马上准备。哥哥，为什么一定要明天呢？改日不行吗？大丫头，此事由得我们嘛。说是吩咐宗家弟兄强上盖幡，官场并道，连夜下山，无故天命，问进官去。做什么？明日5日3刻，发丧为吉，但见那十一郎某有急呀！十一郎怎么了？咦，你不是都知道了吗？哎呀，我都叫你弄糊涂了！呀，妹子啊！那十一郎是与你我分手之后，你那鬼官帮子公党年言必公，明日就要发堂问斩。听此言来，切记不与我脸上起红晕。我也今日西陵门，恰原来半夜传凶信。
即押上来。是。昏沉沉苍天，眼不开。法场之上可有什么遗言？滚！今日里把你爷爷放法场，却中央做强梁，假惺惺张做好心肠，军师报暗中。
请就计。用他一计。有计儿啦，母亲娘儿啦，我那求死的
就将那厮挑下马来。妹子，快快准备庆功宴。哎，愿你走，可惜被为您庆功。好一个色一郎啊！勾起我心头是一桩，那一日去赴蟠桃会。耳边忙听得公音响，一枝燕儿从空降，无意间巧女她手一拉，真言儿我与她比高低，遇到小事她负一强。我奉旨父母西厢一鸟伤，只有今日吴江野马在江湖唱，为国那巨鹿三角西北，经过那五四英雄将，都是孤雁云烟随风散，从无一声在心底藏。
奇怪，我也不曾想他了。哎，你在想谁呀？哎呀，想我一条。哎，无人知我心头事，害我姑娘苦相思。吹，你呀，自从相遇这一浪，你早已魂牵梦绕挂心上。那一夜你送喜妹到莫家去，还不是嫁一烧香房和尚？你是为妻女子，对下了马，惊忘了嫂嫂雨中兄长。冤枉！你想什么说的哟？好，你说冤枉谁冤枉？那么他既不当你是你，你不把兄婿当喜婿，说什么姑姑做子理啊？平日里比起相子不讲嘛，忽然间我对腮骨小明你在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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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说。哎，嫂嫂今天做大妹怎么样？哎呀！啊，妹子，哎，妹子，妹子，妹子，哎呀，妹子，咦，我妹子她怎么了？大妹子在想念哪个人呢？谁呀？哎呀呀呀，全山恐怕也就你不知道了。谁郎啊？哦，我见你，真是好汉子。把水探去，我见他无意高强，故而他劫法上，将他抢上山来。今日下山，故论他身而归。哎呀，嫂子，我的眼力不错吧？是啊，红子妹妹的眼力也不错啊。大家不错，大家不错啊！你明白了吗？我明白了啊，明白什么？明白大家不错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做哥哥的，到底有没有替你妹子想一想啊？我早就想过了，想过什么？将来叫他找个好婆家。玩将来你严成的，不是有嘛？哎，你这是有几眼的？好容易叫你想到了。不错，哎，不错。只是要问过我妹子，要是她不答应你，我还是问过妹子去。妹子，哎呀，你呀，你这位严成
桩了呀？十一郎配许凤子啊！好，相配，我这里谢过他嘞。买，我这里呀，还有一对呢，不知还有哪一对呀？我们四英兄弟呀。自从上清归天之后，他是一心一意无欲越美，王良自己也给娶过妻王了。今天啊，我想接四英兄弟配一位妻王。四英，好汉子，纵横义理，不知要配哪家姑娘？新娘嘛，严城的有，何用去找啊？谁是新梅呀？新梅，怎么样？愿不愿意啊？愿不愿意？新梅，新梅，怎么样？新梅，哎呀，新梅！
喜，终于才送到西天去，欢欢喜喜迎家娘。哎呀，这个团圆啊，在心中欣喜不了。哎呦，新娘子怎么当起我美人来了？月季眼里，我妈妈要当司令，姓马，你去。头巾不说，今日与你抢我的头巾。哎，世上哪有你这样的新娘子哦？世上哪有你这样的新郎官？嗨，你这个野姑娘啊！今日你端端正正做新人，手里都要陪侍人，强强头头样什么样？弟兄们看见要难为情啊！我常将他才生的，今日还你也给应应。
平日多坏了，叶姑娘今日细心神。想不到你本度早要走，恰有一副潘家贼。他那里句句话被金家，四字恰是什么听？官不推进官自己。我对不才家生真，看见他本人本家不理我，我还有本句话的事情，本佛今儿是月老。官子见儿是他们谁？你不要将官子今儿太宽情，只有功夫练得深，三界人在福报，长空人在天空。你搬到宫中下城门，艳阳楼上无踪影，把水滩前先生孙，帮夫发长叫救命，我这个老娘亲。群族之下闹地。